我哋關注咧九龍城區特色老店嘅重置安排嘅。大家都知道啦，九龍城咧好多特色嘅老店嘅，特別係咧買啲潮州嘢啊或者泰國嘢嘅。就算係咧住喺其他地區嘅市民都會前去光顧嘅。但係咧而家咧好多老店咧都決定咧光榮結業。雖然咧有部分咧係因為老闆係年紀老邁啦，又冇後生願意去接手，咁梗係冇辦法啦嚇。但係有部分咧老店咧係迫於無奈㗎，例如咧係賠償唔夠佢哋去揾個第二個鋪位，又或者咧唔滿意搬遷嗰啲安排。我想問一下，第一咧有部分商店需要較大嘅空間嗰啲鋪位，例如海味鋪啊或者雜貨店啊咁樣，當局咧佢安排過渡位嘅時候咧同日後搬遷翻去嗰個鋪位嘅時候咧，會唔會俾翻差唔多大細嘅鋪位俾佢哋咧？咁第二個係我知道咧，市建局咧有向地區特色店鋪提供額外嘅搬遷支援㗎。市建局可唔可以提供更多啲資料咧？同埋日後市建局重建完舊區之後咧，會唔會有類似嘅支援俾鋪頭、俾特色店鋪咧搬翻去咧？係，局長。主席，呢方面市建局有好豐富嘅經驗，或者我請行政總監回應。好啊，請財生。多謝林議員嘅提問同埋意見。咁我哋保留特色商戶同埋小街小鋪氣氛呢，係我哋其中一個地方重建嘅一個主要嘅方法嚟嘅。呢個亦係我哋團隊致力係希望可以營造到呢個即係氣氛，俾重建咗之後嘅街坊同埋商戶。尤其頭先提到啦，喺潮泰文化喺九龍城嗰度咧，其實我哋喺2022年即係展開咗個項目之後咧，其實我哋咧都收集咗好多街坊嘅意見。咁我哋咧亦有唔同嘅支援嘅模式俾佢哋，包括我哋其實會提供個為期5年嘅租金優惠啦、回遷嘅時間等等。咁因此呢個絕對咧都係我哋即係嚟緊嗰個方向嚟嘅。